咱们毕业大戏的女主还没定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先表明我的态度啊，我支持雅丽。你支持有什么用啊？要丁东东说了才算吧。也对呀、哎，东东，你作为咱们毕业大戏的编剧还有导演，你来说说，做这部戏的女主角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是啊，丁东东，你说说呗。我都是按照正常生活当中的大家写的。至于女一，我也定不了，都是李教授在定。吃饭吧，吃饭。那你就说说你心目中的女主是谁？你说啊，怕什么呀？成名，啊？专业倒数第一，一直到专业第一。这几年他的努力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的，也符合我们这个剧本的主题。但是你别但是了。但是什么啊？好好说。就是你太紧张了。然后方雅丽，哎，你的芭蕾跳得很好。芭蕾如果放到舞台剧当中，其实是能够很大放异彩的。她太害羞了。艾米呢，你的街舞就是很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，继续。就是炸吗？但是你注意力不太集中。你关注的点都很奇怪哎。那我呢？你挺好的。什么叫挺好的呀，丁东东？影视版的女主已经定我了，所以毕业大戏的女主也应该是我，是不是啊？多吃点。这谁啊？什么？我妈住院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妈不是在美国吗？好，你告诉我什么医院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说我妈出事儿了，我去医院看看。啊，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对啊不用不用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，拜拜。艾米，啊，我正找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妈住院了。住院了。走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走吧。哎，护士您好，613在哪儿？在前面。哦，好好。艾米，你别太急啊。哎呦，能不急吗？放心吧，没什么问题。妈，艾米，见到妈妈开不开心啊？来，吃水果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医院他们跟我说你被车撞了。对呀你，伤到哪儿了？您看，这儿还有这儿，都疼死我了。就这？所以他到底怎么了？你们都是病人家属是吧？情况是这样的，你妈在商场开卡丁车和小朋友发生了碰撞，造成了这个手臂擦伤。其他的地方没事吗？其他没问题，都挺好的。你把你手给我看一下。你就这么点伤，你住什么院呢？什么住什么院呀？我这都受伤了，我为什么不能住院呀？万一留疤了怎么办？你就这么一点伤，分分钟就好了，怎么可能留疤呢？没错，你们再晚来一会儿，这伤口就快愈合了。医生，我这都受伤了，你就不能上点心啊？好了，您看您要住院，我们也没拦着不是？这样，既然来了，就留院观察一夜，然后有事按铃，好吧？谢谢医生。妈，你以后能别这么作妖了吗？还有，为什么你从美国回来不告诉我？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？惊喜？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你都把我惊喜到医院来了。你这不是也给我一个惊喜吗？来，跟妈妈说说，这位小帅哥是谁啊？阿姨你好，我是魏峰，
艾米的朋友。哦，明白了。难怪你不肯回去呢。我为什么不回去？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怎么又提这件事儿啊？艾米，以前的事情和你没关系。怎么和我没关系啊？这么多年一提到我爸的事儿，你就闭口不谈，到现在我连他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你们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艾米，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啊，我大老远回来看你，就是为了让你来治我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是不会跟你说的，你就别再问了。每次一说到他这个事情，你就是这种逃避的态度。艾米，阿姨，其实我之前见过米东南了。也就是说，米东南这几年一直关注着艾米，但却没有和她相认。可是阿姨，其实我特别想问你，为什么不能让艾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呢？魏峰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如果你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，你深爱的那个女孩，她家人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并且给了她一个出国发展深造的机会，你愿意放她走吗？我愿意。但是，那个女孩宁愿吃苦，也要留下来跟你在一起，你会放弃她吗？我不会，因为我相信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我们也可以有更好的明天。可是当年的那个穷小子，为了让我有更好的未来，选择了跟我再也不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但他的选择确实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不想把这个遗憾流传给这个孩子，也不希望他知道这个事情后对爱情失望。所以魏峰，你答应阿姨，暂时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就当我自私也好，无情也罢。总之，你先不要告诉他，可以吗？哎，优哥，那算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哎，东东，怎么你掉到坑里了？谁啊？谁啊？还能有谁啊？你电脑屏幕是谁啊？趋势运啊！我发现你总能被他带着情绪走。有吗？有吗？当然有了。自从爆出来他爸爸是米总之后，你整个人就萎靡不振的。怎么，担心自己高攀不上啊？怎么可？我看完了。怎么样？1个字，好；2个字，神作。然后呢？我想好了，我准备去试镜。我会为你加油的。优哥，我也支持你，加油！倪总，今天艾米的妈妈被车撞住院了。哎，艾米，你回来啦？艾米，你妈妈怎么样了？阿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她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啊。你妈妈不是被车撞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妈被卡丁车给撞了。丁车。啊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怎么的？我妈非得出点什么事儿你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关心你。关心我？阿姨没事就好，这样我们大家也都放心了啊。倪总，阿姨是被卡丁车撞了。
没事儿就好。这样啊，你也能安心的拍毕业大戏了。这就是老街口那家老字号餐厅买的吧？对，我想着阿姨您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我就特意打包了家乡特色的菜给您尝尝。好吃，这熏鱼啊还是以前的味道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家的熏鱼最正宗了。那阿姨您多吃点。哎，对了，魏峰，你和艾米发展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挺好的。接吻了吗？啊？没有。还没接吻啊？那你俩拥抱了吗？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？我喜欢啊。那就对了嘛。阿姨呀，能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，也想把艾米交付给你。你既然喜欢他，你就主动一点啊！你这么被动，阿姨看着都着急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对艾米好的。那就好。我再吃一口，我们就出院啊。那阿姨，你不留院再观察一下吗？观察什么呀？我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等一下呢，带阿姨去学校逛一逛。我好久没回来了，我要好好去看看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带阿姨好好去学校看看。我跟你说，这场戏我想这么拍，我给你讲一下，这场戏这样一个车撞过来，啪，然后啪啪啪啪啪，那个车说转，里面放个老鼠4K。对，大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拍法得要改一下，不然这样预算肯定是吃不下来的。What？ 预算？在我眼里哪有预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的是视觉效果，视觉效果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老跟我说什么成本，我要搞艺术。邱志奇，导演，这是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右志奇，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剧的导演满导，来你们认识一下。新伟，你好，坐。右志奇，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说要聊音乐的事吧？你过来干什么呢？导演，我来面试杜川。杜川？那你是怎么理解这人物的呢？我看完了小说，认真的研究了角色，我觉得我很适合他。那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你想怎么诠释这个角色？我和杜川的人物经历相似，小时候我也被绑架过，感受过在黑暗中的无助跟绝望。我觉得只有真正的从人物内心出发，才能演出他的绝望和悲伤。这也是我跟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。我就是杜川，杜川就是我。导演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把他演好。艾米她找了你4年，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见她？因为艾米的妈妈。可是艾米一直都很想见你。作为她的父亲，难道您不应该给她一个交代吗？原以为人生不过只是转眼之间，不知不觉已经变老。原以为我会一直牵着你的小手，而你早已高过我的肩。多年，我都没有明白人生，不知该如何给你指引。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你能更加幸福。有千言万语，此刻想要对你说。原以为人生匆匆悠悠，长路漫漫，不知不觉已长大。原以为还会一直乖乖听你的话，可我有时也会叛逆呀。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说过感谢，从没有想过对你报答。而妈妈总是一遍一遍说着同样的话，我该如何对你说？艾米，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哦，我不找人，我是你们毕业大戏成名在望的影视化投资人，听说你们在排练，过来看看。哦，
您是米总啊！哎呀，那我可要夸夸您，您真是太有眼光了。我们这个本子写的特别好，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其实呢，我也是这里毕业的。哦，您还是校友啊，大师兄。不过呢，我一路过来啊，发现这个校园的变化真是太大了，我都不认路了。我一会儿呢还要去一下行政楼，这位小同学，方便给我指个路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但是，没事儿，你们先去，我自己练会儿。那就谢谢这位同学了。走吧，艾米同学。你怎么知道我叫艾米？因为准备合作嘛，所以跟李双白教授聊了挺多的，对你们还是有一些了解。哦，那好，我拿个包。去吧，拜拜。走。原以为人生不过，行政楼就在那边。以前我在这边上学的时候，窗下应该有一片荷塘，每到夏天开满荷花的时候，就会有好多小情侣在这儿谈恋爱。荷塘边应该还有一个小亭子，我们经常在那儿练功，排练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哦，原来你也懂音乐剧啊，这可太好了。丁东东跟我说，你们的剧本是根据自己的故事写的，这一点非常触动我。毕竟，我在这里生活过，在这儿成长，星宇承载了我太多的梦想。每当看到你们，就像看到自己一样。这楼下的荷花池都变成你们的教室了，小凉亭也没了。这些年，星宇的变化很大吗？是啊，星宇这几年的变化速度确实挺快的。这里有我很多的回忆啊，不过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学校食堂里的红烧肉。记得刚去美国的时候啊，天天想着学校的红烧肉，想得我都流口水了。那这样，阿姨，您下次来的时候找一个饭点，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。行啊。艾米，妈，魏峰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怎么在一起啊？你们认识啊？艾米，艾米，我有事情跟你说，你先跟我来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先聊，我去找艾米。听说你被车撞了，没事了吧？和你无关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脾气一点都没变。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国外自由开放，艺术氛围好，我现在活得可滋润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当时走的时候，我就决定不告诉你。现在，就更没必要告诉你了。我如果当时知道的话，我是不会让你们走的。那你也没有资格和他相认。你为什么要去找他？为什么要去打扰他？我没想打扰他，我甚至都没指望他认出我。我只想偷偷的看看他，跟他说说话，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。谁知道，就碰到你们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认出他了，因为他跟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艾米是个独立的好孩子，有爱心，从小就喜欢跳街舞，现在可以教孩子们了。她过得很好。
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补偿他。都过去了，不需要你补偿。你记得吗？上学那会儿，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排练，我给你当了半个月的陪练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别说了，事到如今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我和他过得都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先走了。艾米，艾米，他们早就知道，他们不告诉我，这一直就在我身边，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你妈妈可能怕影响到你，所以她影响我什么影响？魏峰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艾米，你别生气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机会？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对不起。我一直以为你在帮我找线索，但结果呢？你跟他们一起合起伙来骗我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一个笑话吗？不是，我怎么会让喜欢我的人是一个笑话呢？是我喜欢你，我从大一开始喜欢你到大4，我喜欢了你4年。可是，在你心里呢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如果一份感情连这点信任都没有的话，我不要也罢。哎，阿发丽，你不是去跟艾米排练去了吗？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们排练的时候，投资成名在望影视化的那个米总来了。米总来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米总让艾米带他去的行政楼。他让艾米带他去了行政楼？他是你爸，他来学校你都不知道？我们也没必要互相什么都知道呀。是啊，我看他俩聊得挺投缘的，但是米总看艾米的眼神吧，怪怪的。奇奇怪怪，他上次还让我帮他打听艾米的学习情况。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呀，没什么。今天谁给你的勇气？是梁静茹。你现在都会跟我来这套了是吧？跟你说正经的，你就真的不想亲自见见他，听听他的解释吗？虽然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他，但是今天真的见到他以后，我又不知道应该跟他说点什么，心里真的特别乱。我明白的，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没有办法逃避的。其实我都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，我相信你也一定有感觉的吧。那为什么他这些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呢？所以啊，你更应该亲自去问问他。
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去见见他，让他给我解释解释。这些年我一直都想知道，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说什么？鸟零片酬出演无处可逃？我是让你给这部电影做音乐制作的，不是让你去当演员的。况且你市场价值在这儿呢，你怎么想的？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热爱过一本小说。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物的灵魂，所以我如果不去演的话，我一定会后悔的。但你别忘了，你4年前出演华导那部戏，现在豆瓣评分还是倒数第1呢。所以我才要去证明自己啊。右之奇，我知道你想转型，但是这个角色跟你本人形象差距太大，跟你的定位也不太一样。你现在的粉丝大多数还是女友粉和妈妈粉，我怕他们一时也无法接受你这么大的转变。人气只是泡沫，粉丝今天可以喜欢你，明天就可以去喜欢别人。悠悠姐，你比我更懂粉圈吧？那你零片酬出演这部戏了，你让我后面怎么给你接别的戏？悠悠，作为演员，最终能让人记住的终究还是演技。我一直在等一个我喜欢的角色，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那你说，你有什么把握就一定能演好这个戏？因为这是一部讲述跟我一样患有黑暗恐惧症患者的故事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我愿意零片酬出演，而且我已经通过了试镜，我心已决。我拜托你以后做决定的时候，能不能跟我这个经纪人商量一下？艾米，你爸爸的办公室就在上面，去吧。米总，这位女士想见您。艾米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睡。不用了，就坐这儿吧。我不知道你要来，所以你不用紧张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我问过我妈关于你的情况，但她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。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你们辛苦了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如果可能，我会尽我所能，用我拥有的一切去弥补你们。弥补我？我不需要你的弥补，你拿什么弥补我？我缺失的父爱，孤单的童年，是什么东西都弥补不了的。我之所以回国，是因为我想看看我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些年，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他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艾米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的样子跟你妈妈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自我又特别倔强。是啊，我是很像我妈，自我又倔强，所以她的自我和倔强就可以让你抛弃她，抛弃我们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弃你们。艾米，你是个勇敢的孩子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勇敢会跨过一代人。当年的我，虽然穷怀着一颗追梦的心，但是当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给你妈妈她想要的未来的时候，我只能放开她的手。虽然后来我发现，那是让我后悔一生的决定。
这张照片我保存了20年，在20年里，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还能见到你妈妈。但是我不知道的是，还有了你，这种幸福感，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。这张照片我想送给你，我希望在我的艾米心中，它不是一张破碎的照片。嘿，走路还看剧本，小心摔倒。唉，没办法，这不马上要选角色了吗？所以我想把剧本都吃透。你们说咱班谁能演女一呀？我想演。耶，谁不想演呀？辛辛苦苦4年，谁不想站在毕业大戏舞台上证明自己啊？不过不管女一还是别的角色吧，都很重要。我们每个人对标的角色不一样嘛。芳芳，你的心态还真是超凡脱俗。不过我还是想演女一，想占 C 位。哎呀，芳芳说的对，无论什么角色都很重要。你刚才不是说想演女一吗？什么角色都很重要，也不耽误我想演女一嘛。成名的实力完全可以挑起大梁嘛。我们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。比如艾米，她应该对压轴角色不屑一顾，因为你们目标是一致的，跳舞。而我跟成名是非常有追求、有目标的，所以我们想演女一，想占 C 位。哎，对了，成名，你家柚之琪想演什么角色？他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他进组了，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。至于他大戏会演什么角色，我估计还是教授来定。进组了？他不是暂停上演吗？也不算是商业演出吧，他这个呀是零片酬出演。零片酬？他怎么想的？什么片子能让柚之琪零片酬出演？我挺好奇的。叫无处可逃，好像是个小成本的制作吧。无处可逃，松本松的作品。你家柚之琪眼光挺好的，叮咚咚跟我说这个作品非常的有潜力。真的？哎，反正作品再好我也上，我还是看毕业大戏剧本吧，争取一举拿下 C 位角色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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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下的放。曾对你执着的念头穿透眼眸，最后是我义无反顾的理由。It's okay。曾偷偷抚摸你衣袖，思绪游走，对你的爱已经无法掩盖，还依然享受 My heart。陈明今天怎么回事啊？穿的不对啊？不知道，不对哦。妈，你一定要那么快就回去吗？对呀。哎，你的毕业大戏我就不能参加了，我还着急回去赶通告呢。哎，行，知道你通告多，天呐，你就不打算再见他一面啦？嗨，我和他都老黄历了，有什么好见的？你不会还在怪我爸吧？不怪了。当时大家都没有坚持。如果说错，我们都有错吧。妈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可是他珍藏了20年的哦。妈，我知道我不能干涉你们的事情，但我是真的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够幸福。
不要有遗憾。都过去了，我呀，看他对你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以前呢，他是个优秀的艺术家，现在是个大老板了，大家都变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优秀又很帅气的一个男人了。怪不得你当初那么喜欢他。帅是挺帅的，就是不太靠谱。所以女儿啊，你一定要找个靠谱的。哎，我觉得魏峰那小子就挺靠谱的，所以你俩给我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阿姨好。你好呀，魏峰。以后啊，我们家艾米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她呢，有点任性。你多包容包容她，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任性是跟你学的吧？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跟艾米我们会好好的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她。这样阿姨就放心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还有一个人来送你。谁啊？噔噔噔噔！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要走，来送送你。我就是来学校看看艾米，等一下我就直接去机场了。还会回来吗？这要看艾米以后准备在哪里了。我不在，艾米就靠你好好照顾了。放心吧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艾丽，对不起。其实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当年我错误的放你走，是以为那样对你好，我以为那样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是我不对。如果我是在乎这些的人，当初我就不会和你在一起。我知道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，我以为我能再奋斗几年，等我条件好一些，我再去找你。可是谁知道一别就是22年，我错了。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都过去了。可是对我来说，你从来就没有过去。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一直留在这儿吗？因为这里都是我对你的回忆。我怕你回来找不到我，我在等你。艾丽，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妈，你要是再犹豫，你的高富帅就要被别人拐走啦！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放心吧，爸爸这次不会再放你妈走了。那我们的任务就真的完成了，这次我们就真的走了啊！叔叔阿姨再见。魏峰，好好照顾艾米。阿姨，你都说了好多次了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我妈就是一阵风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哼，其实我觉得阿姨这样挺好的，很洒脱啊。人生就是应该这样，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看傻了呀？声音又好听，长得又帅。你最近好忙哦。是挺忙的。研究生的生活又枯燥又乏味。哎，不过李双白教授说我可以做他的学生。真的？那你要去当音乐剧系的研究生啦。其实我原本就挺喜欢这个专业的，当时只是因为家里的因素，所以我选择了播音系。
说白了，你就是一个被播音系耽误了的音乐剧系的学生。所以啊，接下来我可能会更忙哦。嗯，没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！这帮你改这么多次你都改，这个东西能不能干？能干。错一次错两次，这都多少次了啊！你要是不明白就去问问人家去，没事多问多学学。赶紧改。好。这就是再找找，对啊，能找到。那道具好难做，说我们都已经连上好几场了。刘志奇，放个假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族里条件这么艰苦啊，你就吃这个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别吃了，我给你带点汤。你看，尝尝，好香啊！你看喝。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才来。没问题。好喝吗？好喝。这汤你做的呀？我爸做的，厉害吧？有家的味道。你爸的厨艺那么好，那我该怎么感谢他呢？要不这样吧，那我就勉强对他女儿好一点吧。我本来以为你在剧组吃苦，结果看你现在还能耍宝，也没怎么样嘛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来看我了吗？可是你都瘦了，哎，要不然我每天都过来陪你吧。不行，程明，虽然我很想你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你把更多的时间放到自己身上，去磨练自己。虽然我在这边很辛苦，但这也是我必须要做的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，好吗？好。你最近在准备毕业大戏吧？毕业大戏的女主角已经竞演完成了，她们表现的都特别好。那你呢？我总觉得有点失误。你不可以老是这么想自己，你是最棒的，你知道吗？艾米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又缺少父爱，所以呢，性格比较独特。你跟她交往多费心了。叔叔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艾米好的。你能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们之前还真聊过这个话题。我们打算继续留在这边发展，而且艾米已经找到了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作为一个曾经特别不称职的父亲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，我无条件支持。先生，您不能进去，先生。我今天必须见到米总。今天有急事，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我今天必须见到米总，不好意思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米总，是电影《无处可逃》的制片，我叫方正。本来呢是想跟你约个时间好好聊这个事情，但确实比较紧急，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聊一聊这个项目吗？对不起，米总，我实在没拦住。你先出去吧，麦给。叔叔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您先忙。好，改天有时间我请你们一起吃晚饭。谢谢米总。你好，你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电影的主演是顶流柚志奇，同时还是宋本松的大 IP 加持，还是国内首部以黑暗恐惧症为题材的电影。像我们这种正能量的题材，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收益，请您了解一下。资料先放在这儿，回头我会让项目评估部门做一个详细的评估报告出来。米总，实不相瞒，咱这个项目遇到了资金的一点问题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米总，那您看一下。方志平你好。你是米总的朋友是吧？我算是米总的后辈。其实我是想向您了解一下
刚才您说的那个项目可以吗？行，那咱们找个地方聊一下。附近有一家咖啡厅，我们就去那吧。好，走。噔噔，小伙伴们，我来推理一波。你看，为什么老师这次只叫了你们3个来？说明毕业大戏女主肯定就在你们3个之中。所以呢，我们3就来看看这到底是谁。我觉得应该是程明吧。我确实没发挥好啊。那雅丽，我就想演好我想演的角色就行了，其他都不重要。这还用猜吗？像我这么优秀的人，那肯定是我了。啊，曲旭月，你这个鬼！当老师，好好好，你们几个也来了。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单独把你们3个叫过来吗？这次咱们毕业大戏的竞演结果出来了啊，你们3个全是主演。哎呀，刀老师，我们就想知道女主角到底是谁。对，好，我不跟你们卖关子了，咱们这一次毕业大戏的女主角是方雅丽，恭喜你啊！哇哦！哎，恭喜一下雅丽啊！恭喜芳芳。陈明，我没想过我会当女主，锻炼一下嘛。你那天表现的那么好，应该的。刀老师，我挺没把握的，我怕我做不好。雅丽，你要相信自己，这次的结果是我们所有老师选择出来的，你非常棒的，加油啊！我尽力。为什么不是我呀？方志明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还打什么电话？你看像什么情况啊？场务呢？我的演员呢？群众呢？啊？等一下，工作人员呢？我现在我就去处理。到底什么情况？我现在去处理。你到现在还没有发过钱，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想停工？资金马上就到位。资金马上到，你每次都有资金马上到位，那赶紧去啊！右之奇，魏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喝水。谢谢。你为什么在做那些事情啊？你们剧组很缺人手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搭把手嘛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来这样的剧组拍戏，干嘛把自己搞那么辛苦啊？魏峰，我觉得这个剧本非常好，杜川这个角色第一次让我有那么深的共鸣，我觉得我值得付出那么多。但是我看这个剧组的拍摄环境好像不太能拍出东西的样子。啊，这个组是穷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创作氛围很好，每个人都在努力，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他的，我一定可以把它演好。右之奇，我觉得你和之前有很大的转变。人嘛，总是要学会成长的，不是吗？是，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。右之奇，这边可以了。哦，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第一次一起出来吃饭，应该是爸爸请你吧？怎么嫌弃啊？我可是个穷学生。再说了，食堂有什么不好的？顺便帮你回忆一下你的青春岁月。我怎么敢嫌弃你啊？受宠若惊，只要你不嫌弃我这老头子就好了。这个男的就是曲世运他爸。哦，一语传媒的米总啊。哦，他就是米总啊。这个米总可是影视圈的大鳄。艾米单独来见他，不会是想要攀关系走捷径吧？不会吧？上次米总来，让艾米带他去行政楼。这信息量，他俩绝对有事儿。你看，不会吧？哎，我们一坐在这儿，那2个同学就一直在看你，是不是找你有事儿？你先吃着，我去解决一下。
谢谢。别动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那个这么巧啊，我们吃饭啊！对，我们在菜单上研究一下，看都吃哪些菜来着。鱼香肉丝，这个素炒青菜你也能吃8000块，8000块。吃饭就吃饭，搞得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那个艾米啊，你不能想着靠老男人。攀关系啊，对。你们两个脑子里在想什么呢？怎么思想那么龌龊啊？什么老男人攀关系？再说了，他老吗？还好吧。年龄反正堪比李教授。挺帅的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个会，先走了。啊？哦，你要走了？下次吃饭该爸爸请你了。哦，他是你爸？徐世运他爸怎么变成你爸了？你东南，艾米，我去，这线索已经这么明显了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？啊？那曲时运为什么要说你爸是他爸呀？曲时运之前收到的礼物都是4份的，其实就是米东南，我爸送给我的。我去，这个消息太劲爆了，我要告诉丁东东。哎，张勇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……虽然曲时运平时干一些事儿挺烦人的，但是我们在一起也住了4年了，也是有感情的。这事儿要是给他捅出去了，他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但是这件事儿肯定是瞒不住的，大家肯定都会知道的。是啊，纸包不住火。反正我们也快毕业了，毕业以后没人关注这个事情。我都听说了。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去否定自己。我没有否定自己，是现实否定了我。陈明，你知道吗？我放弃领导的电影，就是我觉得我一定会拿到毕业大戏的女一，结果我发挥失常了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个，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学音乐剧的女生而已。你不要这么想。我只是对自己很失望。陈明，你在我眼里一直是那个坚持自己梦想的陈明。毕业大戏每个角色都很重要，并不只有女一。可是以前我是个顶流 idol， 有很多机会。现在呢，我只是一个小糊咖，甚至还欠了几千万。现在我只想做好一件事，那就是把无处可逃给拍完，让所有人都了解 PTSD。但是剧组因为资金不足停工了。停工了？停工了。这一次我真的感觉无能为力。陆之奇，陈明，既然你选择了毕业大戏，虽然做不了女一，那我们就把女二、女三给演好，努力做好自己就够了。我会努力做好自己，我也相信你也会做好你想做的事。毕业大戏也是我想做的事情之一。走吧，我陪你去排练。
你先自己来一遍，好不好？我先看看你表演的状态。好。这当然是我的梦啊，难道不是你的梦吗？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想让你听话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们呐喊。好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这当然是我的梦啊，难道不是你的梦吗？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想让你听话。哎呀，这家伙啊！我有个秘密，可是我不能说。你不说就不说呗。不行啊，不说我难受啊。给你个机会，说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说啊。那你憋着吧。别呀！行，我说，其实就是吧，曲世运他爸爸不是曲世运他爸爸，其实是艾米他爸爸。你说什么？曲世运他爸爸不是曲世运他爸爸，曲世运他爸爸其实是艾米他爸爸。啊，舒服了。喂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我们剧组复工了。复工了啊？那你快点回去吧，快去。艾米，你衣服干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你爸，开心吗？毕竟找了那么久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但是就是没想到你爸会是米总。我上个厕所。哎，艾米，你那么开心干嘛？昨晚见谁了呀？没见谁。雅丽，他昨晚到底见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什么不能说的嘛？来，吃早餐啦！这什么态度？等我拍了米总的戏，看你们谁还敢这样对我！怎么了？曲日夜，快来吃饭！来，我不吃。芳芳啊，来吃饭来。有些人啊，是不需要吃饭。不吃就不吃，谁稀？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干嘛这样对他？你问艾米啊。米东南是我爸。小雪，这次呢，给你争取的这个演员啊，很有戏啊，而且前后加起来30多场戏呢，你一定要好好演啊！好，谢谢炳哥。剧本好好看一下。好啊。导演，都准备好了。好了是吧？你需哎，擦擦。各部门都准备好了吗？远点啊！什么呀？各部门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学生准备好了吗？好嘞，来，快点啊！哎，过来，来这边啊，放这就行。好了，准备，来后面群众啊，
准备好了啊！来，准备，来，开机，录了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有你这么洗碗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就是借你点水吗？唧唧歪歪的，像不像个男的？你见我一身水，你还有理了？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干部子弟的臭毛病，一天到晚明明没理，还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。干部子弟怎么了？厂要不是没我爸早黄了。借你点水你就受着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们是国营单位，没有你爸厂也倒不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怎么越说越卡！那演员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按剧本说台词呢？你干嘛呢，曲世元？怎么不按词儿说啊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台词有些问题，所以说我想让它更加合理化一点。你哪来这么多事儿？导演让你按剧本说，你就按剧本说，懂不懂？台词不能随便改，是不是？抓紧时间啊，再来点啊！好了没有？哎，导演，好了啊，好了，导演。明明就是有问题。小部门，开机，走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干部子弟怎么了？厂要是没我爸早垮了。借你点水你就受着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们是国营企业，没有你爸也垮不了。哎，雪儿，我给你擦擦。卡！我说你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怎么还不按剧本说台词呢？我只是觉得台词有些问题，因为在台词里并没有交代为什么没有他爸厂子也垮不了的问题，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来说清楚，然后我就加了一个国营企业。你是在教我演戏吗？没有的，导演，没有的。哪来那么多国企啊？你知道这戏的前后怎么接吗？阿斌，哪儿找来的演员啊？赶紧给我换了。导演，我只是想，对剧本有一些我自己的理解，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导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导演，求求你了。年轻演员有自己想法也是好事儿，要不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你给我闭嘴吧你！我的演员必须按照我的剧本来。以后再找这样的演员，你也给我滚蛋！来，不拍了，换场。导演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导演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导演，走。导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是。快点，快给我换场啊！那边把老虎捡了啊，赶紧走人。走，喝，走了。叮咚咚，叮咚咚，你敢不理我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这辈子都别理我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月云啊，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？最近天气变凉了，你要注意保暖啊。我知道了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最近跑了很多剧组吧，钱都给你结了吧？哎，你结好了赶紧往家里打钱啊，家里要用钱啊，你知道吧？钱，又是钱。你们当我什么呀？印钞机吗？我不是一有钱就给你们打过去了吗？哎呀，可是我就是没钱，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没办法想办法呀？那你不赚钱，这一家老小还有你弟弟谁照顾呀？再说了，你自己留那些钱干嘛呀？这不……
斌哥，今天片场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，你可要多加担待啊。你有病啊？进屋不敲门？宿舍是你家呀，我进来还得跟你打个报告呗。你就这么喜欢偷听别人说话吗？谁偷听你讲话了？再说了，你好意思跟我用“偷”这个字？你不会脸红吗？我凭什么脸红啊？你从今天早上开始就阴阳怪气的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曲之韵，有些话我不想说开，是因为我们同学一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我给脸不要脸啊？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你说呀！你自己做了什么烂事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天天顶着米东南女儿的头衔在这装假白富美，你不累吗？我顶什么头衔关你屁事儿啊！你就是嫉妒，你自己找了4年的爸爸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现在呢，你总就是觉得我好，觉得我有实力，所以说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吧？你要是你有本事，你认他去当干爹去，你别找爸爸呀！我嫉妒你认了个假爸爸是吧，曲时运？这事你不提也就算了，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面子，但是我现在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米东南是我爸爸，你连别人爸爸都要蹭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米东南是你爸爸？曲时运，米总确实是艾米的爸爸，那天我在食堂都看见了，米总叫艾米女儿。米东南怎么可能是你爸爸？怎么可能？曲时运，你有完没完？我爸爸是谁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从进校门那天起就立白富美人设，你要有那背景，你用得着天天去跑龙套吗？我告诉你，曲时运，有些东西你生下来没有，这辈子你都甭想有。都多大人了，还天天把8岁出道挂在嘴边，你的人生就是一个笑话。你大声一点！怎么了？干嘛？艾米，你干嘛呀？好啊，程明，你就知道帮他们2个，现在还在拉偏架，就是在欺负我是吧？什么意思呀你？曲时运说话就这样。什么叫我就这样啊？我说话怎么了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方雅丽，天天就知道立什么女神人设啊！每天躲躲藏藏的吃东西，吃一口吐一口，吃一口吐一口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天天就知道吊人，吊着人家张艺勇整整4年，不接受也不拒绝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妥妥的渣女，渣女！你疯了，曲时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陈明，我还没说你呢，天天就知道顶着一张绿茶的无辜脸，全世界就你好人了是吧？你怎么这么有心机啊？天天就知道勾引幼稚期，就用这点方式来勾引幼稚期是吧？我把幼稚期勾到手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跟幼稚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曲时运，我们之前不揭穿你，就是想给你留点脸。你现在怎么逮谁咬谁啊？给我留面子！你们现在3个人抱团针对我，装什么姐妹情深啊？要死就痛快死，别装什么圣母白莲花！曲时运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内心这么恶毒，这么阴暗呢？对，我就是心思阴暗。你们一个个的都像拿了大女主的剧本似的，要不然就是家里有钱，要不然就是男朋友家里有钱。我有什么呀？啊，我有什么呀？你们勾一勾手指就能得到的东西，我呢，却要拼了命的去争取。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不就是投胎投的比我好点吗？我曲时运8岁就在片场摸爬滚打，又苦又难，凭什么你们说人生剧书上得不到的东西，就这一辈子就得不到了呢？凭什么要我拿点比你们啥呀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曲时运从来就没有怕过，
从来没有。我就让你们看看，我想得到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得到。就算没有米东南的赏识，我也一样会有人赏识的。你要用排练室吗？那我走。等一下，我不是要用排练室，我是看你最近一直来这里排练。我听说你最近进组拍戏了。对啊，还是大制作呢，院线电影。我当然每天来好好排练了。那很好啊。怎么了？你以为我没有你那个毕业大戏女主，我就拍不了戏了？你知道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的实力大家都看得到的。我的实力，是我的笑话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好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说米总是你的父亲？以你的实力正常参加竞选，你是有很大希望可以当上女主角的。我说了吗？叮咚咚，哪一个字是我说的？我是亲口跟你说了，还是亲口跟别人说了？米东南是我屈诗燕的爸爸，我说了吗？还不是你们在让妄自猜测，现在反而赖上我了是吧？叮咚咚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你那个毕业大戏，没有米氏，我屈诗燕也一定会出来的。我可是8岁就出道的童星，我还是有资源的。我要让你们看看，我屈诗韵是有本事的。来吃早餐了，来。屈诗约一晚上没回来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我们昨天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哎，没事儿，他那么大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赶紧吃饭吧。我没胃口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哎，这盒我拿走了啊，我时间紧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里啊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面试，先走了啊。吃吧吃吧。唉。喂，你想干嘛？昨天晚上你都没有回来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呀？你先不要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先回学校，或者我过来找你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瞎晃，不安全的。叮咚咚，你有完没完呀？你是我的谁呀？你这么对我说三道四的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病吧？你打个电话来就是为了骂我是吗？
我是有病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有病，都非得来招你惹你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的……对，你就是有病。你到现在都不敢说出那句话来，咱俩还有什么好聊的？我要是能在这儿表演就好了。进来。你好，白主任，我叫程明。好，坐。我是星宇艺术学院的学生，这次来咱们团里是想争取一下咱们团的实习机会。啊，这个是我的成绩单，然后这个是学校给我的推荐信，您看一下。你是星宇学院的学生啊？嗯，我们艺术团有几个，挺好的。你要是想来我们团，我们当然欢迎。谢谢白主任。哎，你的家人是做什么的？啊，我母亲是教师，我父亲是一名厨师。哦，你大一的时候，中国经典剧目还是补考的呀？是我大一的时候跟不上啊，但是这4年我一直很努力。哦，这样啊，我得向我们团领导和团长请示一下了。你要知道啊，像我们这种艺术团，他就是实习生也是要用最好的。明白。哎，方总。喂，白主任。咱们是不是该聚聚了？哎，芳芳，你今天穿这么好看，干嘛去啊？我妈一大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让我去参加个什么饭局，约了什么人吃饭吧。饭局？听起来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。跟谁啊？我妈约我吃饭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一般没什么好事。嘿嘿，也是。你看又催我了吧？喂，我走了。到哪儿了？我下来了。快点啊！我下来了。今天来这儿吃饭干嘛？丽丽，今天你爸可是为了你的前途特意安排的饭局。我的前途？你和我爸今天又安排什么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丽丽，一会儿客人来了，你可要乖一点，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来这边请。咱们好久没见了。对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夫人小女雅丽，海马剧团的团长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久仰久仰。那这位就是海外归来的白公子是吧？哎呦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过奖了，听说令爱是星宇的才女的。哎呀，真是才貌兼备啊！咱们坐下，坐下吧。好，来，请。哎呀，白主任，我们家丽丽的前途啊，就拜托你了。方兄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你要进我爸团实习啊？身材那么好，跳舞的呀？白公子眼光可真好啊！我们家丽丽啊，可是从小跳芭蕾舞的。啊，那难怪啊！哎，我听说跳芭蕾的从小都是用脚尖走路，要不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呗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舒服。方叔叔，请令千金来一段呗，我也好帮我爸艺术团把关，不是？对吧，爸？是啊，丽丽同学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吧，也好让我们见识见识啊！丽丽啊，这白公子说让你跳舞，要不你就跳一个啊，跳那个小天鹅。
我说了，我不跳。这样吧，让我们丽丽啊稍微准备一下。哎，说起来呀，前阵子我们雅丽啊还被外教差点选到国际舞团去呢。是吗？哟，这么厉害！哎，咱俩加个微信呗。我手机没电，关机了。哎，那要不咱们俩加一下吧？回头啊，我把丽丽推给你，她有电了，通过一下。也行。哎，年轻人的事儿，你就别掺和了。我看这菜呀，一时半会儿也上不来，要不然方大美女你就给我们跳一个呗，也好让我爸看看你基本功怎么样。丽丽啊，要不你就跳一个啊？对呀，跳一个呀！别扫大家兴啊！别扫兴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说了，我不跳。方雅丽，哎，你回来！喂，天哥。喂，谁啊？我是小曲。对，曲世印，曲世印。曲世印吧。那个，您最近在哪儿呢？组里呢。在组里是吧？要不然我过去探个班呗，看看您。探班呢？我现在在横店呢，太远了。在横店啊？是啊，挺远的。没事，不远不远。您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角色呀？无论大小都可以。你说什么？我这边信号不好说话了。喂。喂，斌哥。我是小曲，对。那个上次在剧组的事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您放心，我保证我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，真的。没事，我就挂了，我跟制片人唱歌呢。您在和制片人唱歌呢？有事啊？那个我能跟您一起去吗？过来。对，顺便赔个罪。行吧，来吧。皇城 KTV 3个8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唱啊，诗韵。我不太会。跟着歌唱。我们的选择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唱的挺好吧？哥敬你一杯。来，哥先干为敬啊！好，来，坐。来，哥给你倒上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好事成双。来，咱们再干一个。不了。干了。先干为敬啊！女中豪杰，蒙哥，我这个妹妹啊，人美戏好，还是星宇的高材生，以后有什么戏多带带妹妹。这一杯，我带妹妹敬您。我跟你说，赵导，你要这么说话，见外了。我们俩这么多年兄弟，你妹不就是我妹妹吗？咱们大家自己人是吧？那都自己家人是不是？一家人，对，就冲蒙哥这句话，今天的单我买了啊！尽兴啊！来，干了！来，兄弟，来，蒙哥，我先走了，他们在这儿啊。天哥，你带我一起走，咱是不是要喝醉了？你好好表现一下啊！制片人手里好几部戏，
表现好了，下部戏的女主角就是你了，知道吧？可是别猛哥，那我就先吃了，有点事啊！你们玩，你们玩啊！行，电话。我也先吃了，不说马上就要关门了。去，你滚！你听哥说，哥有个片子很适合你，你坐咱俩聊呢。坐，来，哥敬你一个。最后一杯。最后一杯，来，快快。